Hello， 我係 Emil。香港嘅廣播佬，你又識幾多個啊？年輕嘅一代冇乜睇電視，可能唔認識呢位前輩。我就係因為呢位前輩把聲而被啟發入行。放下屠刀，立地信耶穌啦！收爹啊你！佢就係籃球博士 Peter 張彼得。Peter 細個讀培正，10幾歲就移居紐約，住皇后區 Queens。高中喺 Brooklyn 布魯克林讀書，跟住就攞咗獎學金，考到紐約大學嘅商學院。畢業後攞住管理學嘅學位，放棄高薪厚職去桂林教英文。喺過 Sheraton 匯豐工作過，94年喺有線展開佢評述員嘅生涯。一開始就講 NFL 美式足球。當然 Peter 最為人熟悉就係主持亞洲電視嘅節目 NBA 地帶，之後加入 ESPN， 亦都出訪過4屆嘅奧運。大家都可能問 Peter 對邊一位嘅球星訪問最深刻呢？佢就話係籃王劉翔啊，因為當時佢係全世界第一位嘅傳媒訪問呢位奧運嘅金牌得主。我喺2013年認識 Peter， 等到2017年因為樂視體育先第一次合作。Peter 相當之好學，仲讀埋碩士，喺2022年港大新聞系畢業。哇，做乜影隻腳啊？好多人都話廣播嘅時候你會唔會踢拖着短褲㗎？梗係唔會啦，因為錄音室好凍㗎。一場比賽大概3個鐘，2個男人喺間房度，一個負責評，一個負責述，好似傾偈一樣。大家得閒可以支持下粵語評述㗎。下次見。